好啦，乡亲啊，这个礼拜日就是母亲节咯。母亲节聚会康乃馨，这台语要安怎讲？你知影无？讲下做剪羊仔花。为什么叫做剪羊仔花呢？因为伊的花瓣就亲像布，和加刀剪过真济刀共款，所以叫做剪羊仔花。这个母亲节要到咯，种剪羊仔花的花农总算是有笑容。花农讲，因为疫情的影响，顶个月一笔的订单都无。加在到5月，15万丛的剪羊仔花，伫一礼拜内全部销了了，而且这个绩效阁来维持去年的水准。员工卡手准美，甲一支一支剪羊仔花包装好好，准备要出货。这久无看到遮尔无用的场面，头家笑甲真欢喜，因为4月份的时阵，规个花卉农场一支花拢卖不出去。无想到母亲节和15万丛的剪羊仔花，一礼拜以来全部扫了了，而且绩效维持往年的水准。去年是因为非常的好，去年大概产地价大概一支大概15块，那今年稍微差一点，大概12块左右，比较刚好是一个供需比较平衡的部分。花店头家讲，到5月份的时阵，就感觉到花卉市场有回温的情形，而且今年足侪人特别挑选国外进口的剪羊仔花，绩效比往年贵2成。客人在花礼部分的预算上，普遍都是有提高蛮多的。那可能是因为像今年疫情关系啊，大家可能比较少在外面聚餐，然后选择花礼上的话，可能预算就会比较高。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大家较少做伙食饭，甲医生用来买花，和花农和花店的生意强滚。而各行各业当中颠倒袂歹，不过业者嘛有讲，都惊讲这是一时的状况，所以也是希望讲疫情会当赶紧过去，和景气真正回温。